黨賭王千金何超蓮同黨公男星竇驍嗰場世紀婚禮仲歷歷在目，一場涉及巨額財富、家族利益同情感背叛嘅豪門婚變大呼，已經悄悄拉開序幕。據內部人士透露，呢場看似童話般嘅婚姻，實際上鬆籌備之初就已經埋下分裂嘅種子。鬆8000萬婚禮嘅金錢博弈，到婚後分居嘅冰冷現實，再到向太震南嘅驚天爆料，呢段豪門聯姻正經歷住前所未有嘅考驗。2023年4月，巴厘島嘅碧海藍天見證咗一場堪稱娛樂圈最貴婚禮嘅盛大儀式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呢場持續3日嘅婚禮總花費高達8000萬港元，其中竇驍個人承擔咗超過5000萬。竇驍幾乎掏空咗所有積蓄，包括提前預支嘅3000萬代言費同出道多年存落嘅2000萬存款。一位同竇驍合作多年嘅製片人透露，佢原本以為呢場婚禮可以換來何家嘅認可，冇想到卻成為噩夢嘅開始。婚禮現場嘅奢華細節至今仍然被媒體津津樂道，價值百萬嘅定製婚紗，從法國空運嚟嘅玫瑰花牆，私人飛機接送賓客，半數娛樂圈明星到場祝賀。然而喺呢場看似完美嘅童話背後，卻隱藏住唔為人知嘅金錢博弈。何家連1分錢都冇出，所有費用都係竇驍自己承擔。向太震南喺近期一次直播中爆料，更諷刺嘅係何家將所有嫁妝都登記喺何超蓮個人名下，婚禮結束後仲將婚紗拍賣掉，錢都入咗何超蓮嘅私人戶口。呢場婚禮嘅商業運作性質亦逐漸浮出水面。據澳門旅遊局內部文件顯示，何家旗下酒店透過呢場婚禮獲得咗超過2億港元嘅免費宣傳效益。一位唔願具名嘅公關公司負責人表示，呢根本就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商業秀，竇驍不過係何家用嚟提升品牌知名度嘅工具人。婚禮嘅煙花仲未散盡，現實嘅冰冷就已經悄悄降臨。據竇驍身邊嘅工作人員透露，婚後唔久，兩人就因為事業發展問題產生咗嚴重分歧。何超蓮希望竇驍退出演藝圈，接手家族喺澳門嘅賭場生意。該工作人員表示，但竇驍熱愛表演事業，堅決唔同意。為此，兩人大吵咗一架。何超蓮甚至威脅要凍結竇驍嘅所有資產。2024年初，竇驍主演嘅電影《敦煌英雄》上映前突遭刪減，所有親密呼份被刪得一乾二淨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呢係何超蓮母親鄭婉珍嘅傑作。鄭太太覺得嗰啲呼份有損何家女婿嘅形象，直接打電話俾製片方要求刪減。一位圈內人士透露，竇驍為此損失咗至少2000萬嘅片酬同多個代言機會。與此同時，何超蓮卻頻繁出現喺各種商業活動同社交場合。她高調出席巴黎名媛舞會，身邊陪伴嘅卻係某富二代公子，而唔係竇驍。當被問及丈夫點解缺席時，何超蓮只係淡淡咁表示佢忙於拍夫。從2025年初開始，兩人就基本處於分居狀態。一位同何家關係密切嘅知情人士透露，何超蓮住喺淺水灣嘅家族豪宅，竇驍則獨自喺北京租屋住。兩人已經超過4個月冇同框出現過。向太震南喺社交平台嘅一則爆料，將呢場豪門婚變推向高潮。澳門有個富家女下嫁俾一個男演員，現在正鬧離婚。向太喺視頻中直言不諱，男方為咗辦婚禮耗盡所有積蓄，女方家1分錢都冇出。婚後男方拼命拍夫賺錢，至今都冇賺翻婚禮成本。女方家族更係全程零經濟支持。呢則爆料立即引發網友熱議，大家紛紛將矛頭指向竇驍同何超蓮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向太隨後點讚咗多條提及竇驍何超蓮嘅評論，雖然好快取消，但呢一舉動被解讀為默認爆料對象。向太嘅爆料絕非空穴來風。一位同向太交好嘅娛樂圈資深人士表示，佢掌握住好多唔為人知嘅內幕。據我所知，竇驍婚後確實一直處於經濟困境，何家唔單止冇提供任何支持，反而透過各種手段控制佢嘅收入。
據該人士透露，竇驍婚後拍攝嘅多部影視作品，片酬都直接打入咗何超蓮嘅私人戶口。竇驍想買件超過5萬港元嘅衫，都要向何超蓮申請。該人士表示，呢種經濟上嘅控制令竇驍感到極度壓抑，亦係導致兩人感情破裂嘅主要原因之一。隨着婚變傳聞升級，一場涉及巨額財產嘅法律戰似乎已經唔可避免。據香港婚姻登記處內部人士透露，竇驍同何超蓮嘅結婚申請通知書早已過期，兩人喺法律上可能並未正式登記結婚。呢很可能係何家嘅策略。一位熟悉豪門婚姻嘅律師分析道，通過唔登記結婚，何家可以確保家族資產唔會因為離婚而被分割。竇驍可能連1分錢都拿唔到。更令人震驚嘅係，有消息稱竇驍已經向何超蓮提出8000萬嘅經濟索賠，呢包括婚禮花費、婚後收入損失以及精神損害賠償。一位接近竇驍嘅法律顧問透露，但何家拒絕支付任何費用，甚至威脅要曝光竇驍嘅黑料。與此同時，兩人共同投資嘅聯合居高端餐廳亦陷入經營困境。據內部財務文件顯示，該餐廳自2025年初以來已經虧損超過2000萬港元。何超蓮正考慮撤資，呢會令竇驍承擔全部虧損。一位餐廳員工表示，呢簡直就係雪上加霜。喺呢場婚變背後，何家各房之間嘅權力博弈亦若隱若現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何超蓮嘅母親鄭婉珍三太從一開始就唔看好呢段婚姻。鄭太太認為竇驍配唔上何超蓮，嫁俾佢只係為咗提升何超蓮喺娛樂圈嘅知名度。一位同三太關係密切嘅圈內人士表示，佢一直喺暗中阻止竇驍融入何家核心圈子，連家族聚會都唔讓佢參加。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嘅係四房女婿新奇龍喺何家嘅地位。據澳門賭場內部人士透露，新奇龍唔單止參與葡京酒店嘅重要決策，仲經常陪同何超欣出席各種慈善晚宴。同樣係女婿，待遇卻天差地別。該人士感嘆道：呢充分說明何家根本冇將竇驍當自己人。更令人唏噓嘅係，喺何超蓮33歲生日宴上，竇驍嘅缺席成為咗全場焦點。楊穎、鄧紫棋等閨蜜都嚟咗，唯獨唔見竇驍嘅身影。一位參加生日宴嘅賓客回憶道：何超蓮全程黑住面，明顯心情唔好。就在婚變傳聞甚囂塵上之際，何超蓮同某富二代嘅親密互動又為呢場大呼增添咗新嘅看點。據香港東方新地雜誌報道，2025年9月，何超蓮被拍到同一位年輕富二代喺餐廳共進晚餐，兩人舉止親密，不時低頭私語。嗰位富二代係某地產大亨嘅兒子，身家超過100億。一位熟悉香港上流社會嘅知情人士透露，佢同何超蓮已經認識好耐，最近嚟往特別頻繁。更引人注目嘅係何超蓮喺社交媒體上發佈嘅一張照片。照片中，她戴住一條同該富二代之前佩戴過嘅同款項鏈，呢絕對唔係巧合。一位珠寶鑑定師表示，呢條項鏈價值至少500萬港元，唔可能係普通朋友送嘅。面對呢啲傳聞，何超蓮嘅團隊始終保持沉默，而竇驍則喺微博上發佈咗一張獨自登山嘅照片，配文向前睇，似乎喺暗示自己已經放下呢段感情。婚變傳聞對竇驍嘅事業造成嚴重影響。據不完全統計，自2025年初以來，竇驍已經失去咗至少5個高端品牌代言，片約亦從巔峰期嘅每年8部銳減至1部。現在冇導演敢用佢，怕惹上何家。一位資深製片人透露，某運動品牌原本打算揾佢代言，但聽說佢同何超蓮鬧離婚後，立刻取消咗合作。更糟糕嘅係，竇驍主演嘅電視劇《歸路》收視率慘淡，豆瓣評分僅3.2分。觀眾紛紛吐槽，竇驍眼裏冇咗光，演技大不如前。睇嚟豪門夢碎對佢打擊唔少。面對事業危機，竇驍似乎正尋求轉型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佢正籌備自己嘅導演處女作，
題材涉及豪門恩怨，呢可能係佢喺向何家宣戰。一位娛樂圈觀察人士表示，透過電影揭露豪門內幕，呢係最狠嘅報復方式。同竇驍嘅事業危機形成鮮明對比嘅係，何超蓮嘅商業版圖正不斷擴大。據澳門商業登記處數據顯示，2025年以來，他已經新成立3間公司，涉及餐飲、時尚同影視投資等領域。何超蓮係個好有商業頭腦嘅人。一位同佢合作過嘅企業家表示，佢正利用呢次分辨傳聞提升自己嘅知名度，為新業務造勢。最引人注目嘅係，何超蓮近期高調宣布進軍內地影視市場。他成立咗一間名為聯影文化嘅影視公司，首部投資嘅作品就係以自己同竇驍嘅婚姻為原型嘅都市情感劇。呢簡直就係公開處刑。一位影視圈人士評論道，何超蓮呢係用商業手段報復竇驍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該劇已經邀請多位一線明星加盟，預算高達2億港元。何超蓮打算將呢部劇打造成現象級作品，令竇驍喺娛樂圈徹底身敗名裂。該人士表示，隨着矛盾不斷升級，一場法律戰似乎已經唔可避免。據香港高等法院內部人士透露，竇驍已經委託知名律師團隊，準備正式起訴離婚。呢場官司會好複雜。一位資深離婚律師分析道，首先要確定兩人係咪喺法律上正式結婚。如果只係辦咗婚禮冇登記，竇驍可能連分割財產嘅資格都冇。更棘手嘅係，何家早已擬定咗一份苛刻嘅婚前協議。據洩露嘅協議內容顯示，如果離婚，竇驍將分唔到任何何家核心資產，包括房產、股票同公司股權。呢簡直就係霸王條款。該律師表示，竇驍可能只可以拿返自己婚前嘅個人財產，但呢啲錢早就花喺婚禮上啦。面對呢種局面，竇驍嘅團隊正考慮採取非常手段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佢哋計劃曝光何家嘅一些商業秘密，以此作為談判籌碼。呢係玉石俱焚嘅做法。一位公關專家表示，但可能係竇驍唯一可以爭取到利益嘅方式。呢場豪門婚便喺公眾中引發強烈反響。喺微博上，井號竇驍何超蓮離婚井號嘅話題閱讀量已經超過50億次，討論量達2000萬條。網友嘅態度呈現兩極分化。支持竇驍嘅人認為何家太過分啦，將竇驍當提款機。竇驍為愛情付出所有，卻得到呢樣嘅回報，太可憐啦。而支持何超蓮嘅人則表示，竇驍本來就係食軟飯嘅，現在想分財產，太貪心啦。何超蓮咁優秀，離開竇驍係正確嘅選擇。更有趣嘅係，呢場婚變仲引發咗人們對門當戶對嘅激烈討論。一位社會學教授喺接受採訪時表示，呢場婚姻從一開始就注定失敗。豪門同草根嘅結合看似浪漫，實則充滿利益博弈。當愛情遇上現實，童話終究會破滅。竇驍同何超蓮嘅婚變風暴，揭示咗豪門婚姻背後唔為人知嘅殘酷真相。喺呢場涉及巨額財富、家族利益同情感背叛嘅大夫中，冇真正嘅贏家。對竇驍而言，佢失去咗事業、財富同尊嚴，換來嘅只係一地雞毛嘅婚姻殘骸。對何超蓮嚟講，佢雖然保住咗家族資產，卻失去咗公眾形象同可能嘅真愛。對何家而言，呢場婚變暴露咗家族內部嘅矛盾同算計，損害咗何家嘅聲譽。正如一位資深娛記所言，豪門婚姻就似一場精心策劃嘅商業併購，愛情不過係其中嘅點綴。當利益天平失衡，婚姻就會成為最先被犧牲嘅籌碼。喺呢場牽動全港嘅豪門大夫中，我哋睇到嘅唔單止係明星嘅私生活，更係人性喺金錢同權力面前嘅扭曲同掙扎。或許呢就係豪門婚姻最真實嘅寫照，華麗嘅外表下，隱藏住最冰冷嘅現實。